家庭的规正，请曾牧师。咱个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安静伫你的圣殿，阮拍开圣经，阮拍开阮的心门，阮拍开阮的耳孔，阮拍开阮的灵魂。主求你对阮讲话，对世间的起头，你创造天地，你的话正做生命中间上宝贝。但是魔鬼常常拢咧搅扰人类，互人类来反对上帝你的话，来反抗上帝你的话，来摇疑上帝你的话，来反抗上帝你的教示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独独只有听你的声，较赢过听这个世间的声。主，因为阮深深知影，你的话毋是捆绑，你的话是保守。主求你帮助阮，既然阮已经属于你，也自称做基督徒，主求你互阮真正活伫基督的内底。主帮助阮的家庭，帮助阮的教会，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我的题目是一个祈祷。愿望咱的教会是一间健康的教会。愿望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恁有幸福的家庭，特别恁的囡仔将来有幸福的婚姻。这是这个世间极其宝贝的代志，因为伫神的世界，特别美国的社会学的研究的内底，伫美国的众神犯，伫美国的监狱的内底，上重刑的犯人的中间有70%。因是成长伫无老爸的单亲的家庭。我无要搁来讲真侪只的统计数字，我要甲咱讲，幸福就是一个极大的稳定。咱的教会做真久的宗座生的工作，已经16年。伫这16年的中间，我无看到一个学生是二林区11间的教会或者对中华中会43间教会来的这个囡仔，这个故事咧，甲咱讲起一项，就是成长伫上帝的话的囡仔，这就是一个活命。虽然毋是新约，但是这就是一个祝福。上帝的话最脚前的灯，最路上的光，伊的意思毋是一个道德规范，一个控制，一个约束，毋是。这是上帝甲世间人拼好的。就是你若照安尼话来行，你要伫上帝的祝福甲保守的中间。现在兄弟姊妹，就趁你的囡仔要会当教的事，来教你的囡仔。因为今仔日咱的教育制度甲社会环境，模仿西方的教育，模仿西方的系统，模仿西方的好莱坞的文化，模仿真侪的物件。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咱的台湾嘛受到影响。我有一个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台湾，帮助咱的教会。咱有西方的教育的优点、祝福、好处，但是无有西方教育的伤害甲失败。愿天父上帝用伊的话，带咱行人生的道路。所以健康的家庭、健康的婚姻，是今仔日我甲咱分享的题目。咱的教会叫做基督教，还有另外一个伫宗教上较专门咧讲的，叫做归正的教会，也是讲改革的教会。意思就是当一个教会失败、迷失，伫伊的信仰的顶端错误的时，教会需要反省。咱的教会伫502年的进程，伫教会历史就真了紧，叫做宗教改革。咱多数人拢知影有这个历史的故事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教会重新反省基督徒的信仰到底在追求什么？
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教会要求5项的代志。第一项，独只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。第二，我的一生的目的是要荣光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。第三，圣经是基督徒所有价值观念、思想的建立的基础。第四，人得到上帝的欢喜，不是因为行为，是因为上帝保留的听，甲白白稳定。第五，教会讲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你够读圣经，不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高，是因为你亲像一个囡仔单纯讲：上帝啊，我需要耶稣做我的救主，因信称义。所以教会对迄个时阵开始有做真大的努力。500年来，基督教的教会领受上帝真大的疼痛。我真感谢上帝，互我活伫一个网络的时代，因为今仔日的时代，你要听好的讲道，唔免开钱。我嘛要报兄弟姊妹，这个网站顶悬，伊这个题目是2年前，伫美国举行一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的一个信仰的造就会。伫这个造就会中间，邀请25位对全世界来，伫圣经、伫教会的经营顶悬，真受上帝祝福使用的上帝的工人。这25位人，因每一个人拢讲1点钟的讲道。你讲无需要，我不要听英语，但是咱真福气，因为 YouTube 起码有一种的功能啊。就算说你不要听英语，你不要看英语，嘛有可能迄个内容会当转做中文的。拄好这25个演讲，拢有中文的字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较无，你若爱听讲道，你若感觉伫礼拜中间的讲道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吸引，有一个改变，有一个祝福。我需要跟恁分享，恁会当去看这个网页。我是一个真无机会听人讲道的人啊！恁若听10个讲道，我可能只有听1个讲道，所以恁比我较福气，对无？我嘛真嫉妒恁啊！但是上帝真听我，伊嘛互我用积极的方法去找上帝所宣讲的话。所以我咧开车的时，无论去新人院，无论去开会，我真爱一个人开车，因为伫车顶的中间无电话，伫车顶的中间无人搅扰。无论1点钟、2点钟，我会当听1篇、2篇的讲道。这25篇的讲道已经陪我2年，我听搁再听。其中第1篇的讲道的题目就是“黑暗了后要有光明”，有水无？伊的意思就是当教会对了失迷，伫个中世纪的教会堕落世俗化，迄个时阵黑暗。但是上帝话讲要有光就有光，所以500年前宗教改革，互这个黑暗的教会重新点倒。这25个教会的神学家、教会的牧师。因伫因无共款对圣经的文字顶悬，因讲出宗教改革的重要。所以这个聚会的名叫做“伫未来500年”，意思就是讲，咱的基督教已经经过500年的改革，搁未来咧，何去何从？咱的教会要成做心中的教会。今仔日的教会。甲500年前同款，咱的社会讲真侪话，但是似是而非。有一部分甲上帝讲的是一致，所以基督徒咧听中间足自然。但是有一点啊，一小点啊，这个部分毋是上帝的话，所以包装伫上帝的话的内底的事，有时人会听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就是这25篇讲道内底第8篇。这个第8篇伊的题目讲：你爱伫你的家庭内底施行你的信仰教育。
意思就是 Reformation in home， 意思讲，你若做父母、做基督徒的家庭，你爱互你的囡仔，伫你的家庭的中间听到上帝的话，较赢过听这个世间的话。也这你敢有同意？宁可放恁的囡仔去听这个世间的信息，更较重要。伫伊也未当大人进前，互伊专心听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，我无太过情绪，也太过焦虑，太过不准。因为最近我听真多这讲道了，我才发现讲，其实有真多我过去的疑问、焦虑，其实倒来到伫上帝的话的面前，咱要得到帮助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家庭有幸福的婚姻，祝福恁的囡仔有清气、正直、圣洁、上帝所祝福的家庭甲婚姻，直到代代无尽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对恁讲话，也愿上帝圣神将这种的祝福放伫恁的人生的中间。也未结婚的囡仔，恁来甲上帝讨，祝我的婚姻伫你的手中，主求你保守我。直到有一日圣洁的时刻来临的时，上帝你甲我拍开婚姻的门，互我伫你的祝福的中间，享受家庭到一生的乐活。啊，你姊妹有伫你的家庭祈祷，得时不得时，上帝拢伫我的人生甲家庭中间来掌管。所以今日咱所念的两首的诗歌，第一首的圣诗，第二首的圣诗，拢是祈祷。基督是我家庭的主，阿们嘛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今日世间对婚姻有真侪主张，但是恁敢捌想过，耶稣安怎主张？这个世间对婚姻有真侪主张，你会当同意，你会当无同意。但是重要毋是我同意，你无同意，你同意，我无同意。上重要就是我若是一个基督徒，耶稣安怎甲我讲婚姻？兄弟姊妹，关耶稣亲自甲你讲，毋是牧师甲你讲。因为耶稣讲婚姻是上帝讲婚姻，所以耶稣所讲的婚姻的观念是引用创世纪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带恁读圣经，有一个幽默的笑话。有一摆伫灵修培灵会议中间，有一个神父就问伊的会友兄弟姊妹讲：恁对圣经中间听到耶稣甲你讲婚姻是甚么？啊，一个真调皮的会友伊讲：耶稣甲我讲，爸啊，写俾你，因为因所做伊毋知。咱无人出世就要建立幸福的婚姻，对无？伫婚姻这条道路顶端，其实咱嘛跌跌撞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句话真俏皮，但是伊百味杂陈。主要我唔知，耶稣讲什么？免烦恼，上帝要写给你。求主怜悯帮助咱，互咱伫过去就过去，但是咱伫基督的内底，才做新的画面。主甲咱做清洁的心，互咱内底有正直的心。主互咱伫伊的内底，旧的代志拢成过去，一切变做新的。所以要调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即个圣经读了后，做礼拜了后，恁常常伫恁的家庭设立祭坛，常常伫恁的家庭求讨，上帝祝福恁的婚姻，也求上帝的话，真正亲像灯点到伫你的家庭的人生的中间。耶稣听恁，这是我对心中传达，主对恁家庭婚姻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有真侪基督教的信仰的造就者，无论神学家，无论是牧师，特别是伫西方、欧洲、美国，因愈来愈反省讲。为什么咱是基督教的国家，
咱的国家的婚姻离离落落。因愈来愈咧思考讲，是甚物种的原因，互基督徒的家庭甲基督徒的社会受到极大的冲击？其中常常受人提起来讲，有两项代志。第一项，因估着伫西方的文化近代，上少近200年来，常常咧讲的拢叫做个人主义。你捌听过无？就是讲，这是我的隐私权。你捌听过美国可能讲，你若走去因兜的大厅，你无经过伊的同意，伊会当用枪甲你拍死。你讲敢有遮悍？美国的意思就是讲，虽然我的大厅无围墙，但是我的厅、我的厝是我隐私的所在，你袂使随便入来。你若随便入来，就亲像贼仔、强盗。美国是主张人会使用枪正当防卫家己的，这叫做 privacy。individually 就是讲个人主义。个人主义是对启蒙运动，后来到人道主义，后来到人本主义，到伫今仔日后现代主义。这两项的文化，深深影响着美国人，甚至今仔嘛影响台湾人，甚至影响教会。伫美国有一间足特别的教会，叫做水晶教堂，你捌听过吗？这个教会住伫迪士尼的边啊，这间教会住伫好莱坞，伊个礼拜堂是真水真水的，拢透明的，规个拢玻璃，所以互人叫做水晶教堂。牧师创办这间教会，牧师退休，这间教会就关门啊。这间教会民望就是，因要用福音改变好莱坞，但是无拍算，因用好莱坞的文化改变因。那安尼到底什么叫做好莱坞的文化？今日我无要真详细甲咱讲，我嘛无真完整的答案甲恁讲好莱坞的文化，但是恁会当想，这叫做大众传播媒体的魅力跟力量。今仔全世界无有一个人无受到大众传播跟媒体的影响。好莱坞咧讲起，人爱少年水，人爱歌颂时尚，人爱自由讨棒，人爱幸福美满。恁爱无？当然爱。我拄则我祈祷讲，上帝，阮有西方的祝福，无西方的负面的伤害。你活出自己。就亲像迄个好莱坞的电影叫做《真善美》，兄弟姊妹，99%拢对，但是1%，就是当人否定上帝的话时，伊只有诚做人，伊就无上帝圣神的魂伫内底，迄个灵伫内底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好莱坞的文化，个人的主义，特别少年囡仔恁注意，恁伫这种的流行的文化中间，恁变做今仔日的文化一部分。对好莱坞到宝莱坞，后来到对，到今仔日的韩国，你有看韩国的演艺界光鲜亮丽。但是，迄衫脱起来了后，是什么？好莱坞文化背后有一种叫做阁楼杂志，叫做花花公子，有无 ？Playboy。人爱自由，人爱讨棒，所以人的性向、人的性别、人的性行为，讨棒的革命，互人伫讨棒的中间。就亲像创世纪夏娃，伊食到迄个禁果了后，有又讨棒，伊的目睭嘛金，但是伊开始毋敢甲上帝坦然的关系。等下我读这段圣经，互恁听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幸福人人爱，时尚实在水。自我的肯定，自我的表达，
你捌听过"活出自我"这句字无？恁感觉伊对毋对？100%是对。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互人活出自我，所以讲咱照咱的形象，咱照咱的形来做人。上帝创造人本身就是要互伊的囝儿亚当夏娃会当展现出上帝的荣耀。但是上帝敢会命运作弄人，伊调工用一个善恶果？毋是，基本上上帝的话代表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当一个人否定上帝的话时，伊就正做伊家己。就亚当夏娃，伊开始毋敢甲上帝真坦然、零距离、无禁忌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受到冲击，互咱有受祝福，互咱安静来读。上帝安怎讲伊所创造的人？上帝安怎讲起伊所设立的婚姻？耶稣安怎个定心？讲上帝对婚姻的主张，这就是今仔日社会甲教会的争论，讲咱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？兄弟姊妹，牧师是有主张，但是我真少将真肯定的话甲恁讲，你唔通主张啥？但是我要邀请恁安静，免你因为牧师的话恁反弹。但是我要邀请恁安静伫你家己的内心，你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会安怎讲？因为这是比任何话更加重要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领受祝福，互咱无拄着亚当甲夏娃迄种被隔离、迄种恐惧、害怕。互咱当坦然亲像一个红婴仔，伫爸爸的面前，就算做无穿衫、无穿裤，拢无迄种的见笑、惊吓甲距离。这叫做坦荡荡。一个人一旦尝到禁果，就无可能坦荡荡。你想看卖？所以圣经甲教会常常咧讲，婚前没有性行为，婚后没有婚外情。有真侪人讲教会上八卦，教会上八股，教会上过古板，是吗？创造天地开始，上帝就已经有讲伊的话，但是当人否定上帝的话的地位了，人的生命生活就开始无同款。主帮助咱。今仔日我第一个祈祷，要邀请兄弟姊妹为恁祈祷，求上帝圣神亲自甲恁讲话，也互恁有一个安静、欢喜、愿意、严肃。特别即恁，伫恁还不懂得婚姻是什么，伫恁的心还没有袅袅的时，求天父上帝就开始将一个正确的婚姻的图像放伫恁的心内。上帝祝福恁，耶稣听恁。若是我是恁的爸爸妈妈，我嘛毋茫我当代替耶稣听恁，互恁一个完全、圣洁、良善、对生命的了解。咱无批判外面的社会，人对家己主张，但是咱对家己爱有主张。因为今仔日的性平教育的确有问题，连牧师没有问题。性平教育没有问题，但是隐藏在性平教育的口号背后，有一项、有一种的可能，我唔敢讲完全，是不是有疑虑、性解放的思想在里面？一个囡仔也未开始起笑，为什么你爱介笑？歹势，你牧师你讲话错过错咯。
我意思讲，一个囡仔有个足单纯的时间也无够，时间也唔对，迄个教育的题目就唔会算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教育是因材施教，对时、对对象、对问题。这就是咱教会内底牧师31年唔捌甲咱讲这方面的，较少公开的安尼来讨论。就做下面话，点在逃避、犹豫，时间有较慢，因为我感觉台湾的教会应该无这种困扰。我伫30年前去美国第一摆的训练会中间，我就西方的好莱坞文化洗礼，心内就冲击。因为迄摆训练是一个社会改革的社会运动的训练会，所以带去看真侪吸毒中心啊，会带去看一寡遐社会推动的事工。我嘛袂记啊，但是我会记得一项，就是唔知影带去加州的一个海边，迄个海边叫做天体营。天体营就是讲，伫迄个所在的男女，所有的人，你若愿意，你拢会使脱衫脱裤伫迄个所在。我行伫迄个海边的中间，我的目睭拢唔知要挖去倒。但是遐个人足自在，唔惊你看，唔惊我看。迄种的冲击，互我对气质到今仔日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问咱家己讲：我若是基督徒，我爱我的家庭，才对心中的家庭。我常常伫这个问题背后鼓励恁，搁倒来问。上帝啊，毋是我爱这间教会，才做心中的教会，是上帝你爱这间教会，才做心中的教会。恁捌要叫我安尼甲恁提起吗？上帝毋是我爱才做心中的基督徒，毋是我安怎想，是你爱我安怎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。今仔日个圣经，请恁读去了后，你若愿意，祈祷、读、祈祷、读。祈祷、读、祈祷、听、祈祷、听，毋是牧师甲恁解说，是圣神解说互恁听。申命记上重要，拢是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你着听。兄弟姊妹，恁有听到吗？圣神讲恁着听，有耳孔的人着听。听个照安尼行，听了个记伫恁的心内，听了后个教恁的囡仔听，然后你的囝要教你的孙听，你的孙要教你的干仔孙听。以色列4000年来就是安尼过因的家庭生活。主帮助咱，这叫做申命记。申命记第6章第7节讲：恁着温群教恁的囝儿，伫恁的厝内。毋是伫礼拜堂那听，犹太人最重要的礼拜是伫家庭的内底，毋是伫会幕。犹太人的囡仔，查甫囡仔12岁入礼拜堂，伊就要开始背律比、祭司、读圣经。所以耶稣12岁入圣殿，恁会记无？人摕圣经互伊，就免开读以赛亚。因为耶稣伫伊的家庭中间，伊的爸爸。有教伊读圣经，12岁等于犹太人当大人，正式伫礼拜堂的中间咧做礼拜时，就亲像师会替牧师读圣经，这是一项严肃的代志。但是这是祝福，兄弟，主帮助恁听有清楚，因为今日圣经第一句话就讲，这是诫命、律例。法度，这是诫命律例法度。恁照安尼行，恁的人生要得到祝福。也这你相信吗？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用你的话写伫我的家庭中间。
重要是耶稣讲什么，毋是这个社会讲什么。就总是这个社会99%的人拢讲是，如果那耶稣你讲毋是，我就毋是。无论我有偌悬的学历，无论我有偌悬的社会地位，主遮的一切，拢用你做主。我望咱有这种的态度。今仔日的马太福音，以及马可福音第10章，同款耶稣拢讲这个，拢记载这两个这个同款的故事，就是法利赛人调工要质疑耶稣对婚姻的主张，所以引用阿伯拉罕的这个特别的摩西五经内底咧讲的，就是离婚的办法。但是耶稣甲伊讲，起头上帝设立婚姻，毋是讲安尼，是后来摩西五经因为人的生活实际需要了后，就具体有延伸出来一种叫做离婚证书。即摆人嘛有离婚证书啊。耶稣讲，起头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无安尼，所以伫第4节、第5节到第6节，恁也会当恁用基督的心去读，因为有一部分的牧师伊无感觉这段话是安尼写，白纸黑字照字面的解说。但是我主张就是，你毋通凊彩改写圣经，除非你有绝对的把握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咱。耶稣讲，起头上帝创造天地，又创造查甫的，又创造查某的。这个查甫人要离开伊的爸母，甲伊的父亲人结婚结合，你应该无听过嘛？也这毋是我讲，请你帮助我。如果这个字面若毋是安尼解说，请你帮助我了解。500年前有一个人叫做罗德马丁，伊对圣经的主张因信称义，所以坚持教会的教导是有错误的，不能卖赎罪券。但是教会体制开始莫大的压力，所以这罗德马丁最后互人抓去罗马梵蒂冈，伫教会体制面前受审判。伊讲出一个500年来最重要一句话，伊讲：这是我的立场，这是我信仰的立场。教宗、教皇，请你毋通用教会体制的地位来要求我顺服。如果我若毋对，求你，请你用圣经教示我亲像一个囡仔，求你教我正确来读圣经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这句话留伫基督教的教会内底，这是我的立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创世纪第1章到第3章，有真侪创造的故事。其中一个故事咧，讲起魔鬼对人类所做第一摆攻击。对迄个时阵到今仔日，全世界黑暗的势力拢安尼。什么？魔鬼攻击上帝的创造第一项代志，就是互上帝的话受否定。恁个定心去读这个故事，恁就会了解我甲恁分享这个感触。魔鬼甲我讲，上帝敢真正安尼讲？黑暗的关系、好莱坞的文化、神的铁勒的思想，如果若引出咱否定上帝的话时，求圣神帮助咱世人。当然，咱要选择诚侪心中的人，拢可以。就亲像即摆少年人讲，人也无甲你干涉着，你共管遐济要创啥？是。
这是即卖的人的公道，我同意。我嘛感觉每一个人的思想应该受尊重。但是问题是，当你的思想无法度被主张的时咧，有一个广播社的记者，一摆听我的分享，伫一个训练会中间听了后，伊讲牧师带你要倒，我甲你载。伊对宜兰开车载我到南港，伊最主要是要甲我讲起伊的困难。伊讲我伫广播社内底做记者，有一段时间我毋敢讲我心内的主张，因为连广播社嘛有固定的思想的模式。求主帮助咱，求主甲你讲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世界就亲像这只蛇，有时有可能甲你讲，最主要目的是要引起你对上帝的话的否定、怀疑。真水的一个故事，伊甲一张树仔合作善恶果，有无？就亲像希腊的故事内底讲潘多拉的盒子。一旦人否定上帝的话，了后人的目睭真正金，但是伊才发现伊赤身裸体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恁读这段圣经，创世纪3章第7节、第10节。因两人指亚当夏娃，目睭就明亮，发现家己赤身裸体。上帝讲：亚当、夏娃，你伫倒？毋敢应。因讲：我伫风中听到你的声，我心内着惊，因为我知我脱衫脱裤，我就眯起来。兄弟姐妹，你想这个故事咧讲什么？夏娃甲亚当甲上帝已经有惊吓，就亲像囡仔甲爸爸妈妈中间无搁再迄种童言无忌、毫无坦荡荡迄种自由。目睭开了后，是目睭有开，但是对迄个时阵开始，这个故事最重要咧讲的就是人甲上帝关系改变。咱的上帝若无搁再做上帝，那安尼咱家己做上帝。上帝甲人的关系若改变了，人会不安，人会惊吓，人有智慧，人看到家己的需要，但是倒撇上帝，人开始会惊吓，倒撇祈祷，倒撇做礼拜，倒撇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。上界可怜就是心中不再坦荡荡。孩子们，坦荡荡是一个足大的祝福。古早一个诗人叫做柳下惠，伊讲美女坐一怀而心不乱，有无？恁敢捌听过这个故事？坦荡荡就是今仔日新的世界咧追求的自由啦。追求自由确实无自由，因为追求自由背后人付出足大的代价。因为尝到禁果以后，会不断的渴慕。常我去草湖教会带因的中级训练会，我泡一锅茶要十去袂记载，放伫我的饮水机的边啊，足喙甲我就叫我的车顶，因为我的车顶不管是拢有放可乐，我就可乐开起来就啉了。草湖教会宋牧师因迄两个宝贝，可乐呢？因为伊啉过可乐啊，伊感觉全世界上好啉的就是可乐。你知迄个滋味嘛？上帝甲你讲毋好啉，
王牧师甲宋牧师甲因讲：恁18岁，恁才当啉可乐。目睭金金，迄是足上重的代志啊！因为你所爱目睭金金，就看愈爱，本地无遐好啉，你愈看愈好啉。心中的坦荡荡是一个足大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你要求上帝，互咱的囡仔。我唔是反对性平教育，但是我感觉我的囡仔，互我家己教敢袂使。我爱我的囡仔愈久的单纯，愈久的坦荡荡，愈久的自由。伫到有一日上帝甲伊的心门拍开，因才知影原来婚姻是上帝所避免的。因免提早有迄个少年委托的烦恼，你捌听过这句话吗？对，伫青少年时期的对异性有某一种的吸引，啊，开始日啊想命想，迄叫做少年委托的烦恼。上帝求你，互我的囡仔无受到这个世间的影响，因他一生单纯。你所开的门，无人会通关；你所关的门，无人会通开。阿门。求天父上帝甲恁关迄个骄傲的门，也求天父上帝保守咱，祝福恁，互恁会当，毋是拥有世界失去上帝，是拥有上帝，就真正的拥有世界。阿东啊好，我拥有世界，但是因失去伊甸园。这个故事咧，甲咱讲什么？求圣神怜悯我，愿我甲恁分享甲解说，无曲解上帝伊的心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该开的开，该关的关。但生命中间有真多禁忌。上帝讲通，咱就通；上帝讲唔通，咱讲唔通。人讲人善啊，遐人怠慢，唔是怠慢，这唔是控制，这叫做保护。上帝用伊的保护，用伊的话来保护咱。所以，这个牧师伊的第8讲，伫你的家庭中间规正咱的家庭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普天下无一个家庭是健康的，但是既然较无健康的家庭，咱会通定心得到上帝的话，毋是听好莱坞安怎讲，毋是听即摆世间的头人，就是个人主义至上的这种的主张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第一咱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生命有领受西方智慧的祝福，但是无领受西方负面的伤害。这是今仔日我讲到的第一个祈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圣经所讲的婚姻真正本意，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了解上帝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，其实是祝福，不是捆绑。为什么我一生都要单单甲这个人生活一世人？因为咱甲这个人生活一世人，就亲像咱甲上帝生活一世人。所以耶稣用婚姻来譬如基督甲基督徒的关系。世间人就要知影，原来教会是属耶稣基督，夫妇是彼此有责任。第二，伫今仔日，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互恁得到受祝福的家庭。上帝嘛祝福恁的婚姻。幸福的婚姻不在社会地位，幸福的婚姻不在产业济少，幸福的婚姻在伫咱有上帝的丰盛，幸福的婚姻在伫上帝将伊圣洁的听放伫恁的生命中。咱的教会甲所有基督徒、基督教的教会。这个牧师伫伊最后的结论
伊讲教会的使命做3项代志 ：reform、reshape、rescue。rescue 的意思就是拯救，将人对对了破裂、分裂的世代婚姻，将人的婚姻救起来。reform 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创造婚姻是祝福，咱应该互迄个无祝福的婚姻、无幸福的婚姻重新受祝福。reshaping 就是重新亲到一个模啊，把这个无健康的婚姻用健康的话来形塑健康的婚姻观念。有希望就听，主啊，阿们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毋知要怎样对你祈祷，但是阮的长辈安尼讲，主啊，阮所做阮毋知，求你赦免阮。主怜悯阮的不足，坚固阮的信心，帮助阮伫黑暗的世代有真道，保守阮的囡仔，互因无受到这个世间的扭曲，主保守阮的家庭，成做你稳定的记号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